习近平等来到接见现场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不时同代表亲切交流。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习近平亲切接见了援藏干部代表。3年，你们来多久了？习近平亲切接见了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各地市负责同志和老同志代表。习近平亲切接见了政法干警代表。习近平亲切接见了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四管会干部代表。王沪宁、蔡奇、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王晓红、洛桑江村、胡春华、帕巴拉格列朗杰和张生民，在西藏工作过的老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接见。当天下午，习近平亲切接见了驻拉萨部队上校以上领导干部和部分基层先进模范、文职人员，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西藏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抖音。